镜头转来到国内，这诈骗掠卖里，刑事局也公布全台车手上济10大银行和邮局，发现车手上接伫咧下晡1点和半暝12点出现。这全台湾的邮局也提出应对啊，伫咧12间邮局 ATM 规定暗时11点到半暝3点，若要领钱，一届敢若会当领7万块。其他都不知道，原委都不知道。30岁姓陈的男性看到警方骑过来，实在是错一条。原来警员为着掠车手，假扮做投资者，甲男性相约买面交50万。掠到男性了后，伊才讲伫面册看到一工领1万的工课，落厝了后才知影是做车手。因为即马全台湾诈骗真严重，进前刑事局公布，全台湾10个车手定去的所在，亲像内部合府邮局、合作金库、三重分行、第一银行、西门分行、甲湖口邮局、台北南洋邮局、甲国泰人寿、三家海山通信处。为了杜绝车手不法提领，中华邮政在12间 ATM 在特定时段提领，每笔限额最高1万元。就这个时间也没有什么人会来这样，所以其实也还好。提领那么多的，有可能就是车手，可以杜绝的话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因为像这附近很多可能像是晚上的场所，都可能需要继续用钱，然后领的话，可能比较麻烦一点。中华邮政回应以台北南洋邮局做例，暗时时段 ATM 交易量每工大约6条到8条，这个措施敢若调整高一笔的领钱金额，会影响民众领现金的权益。刑事局统计发现，车手真正领钱时段是伫半暝12点到下晡1点，领的时会挂喙暗，一直换卡。领的地点选伫交通方便的交流道，也是捷运站附近，方便车手来来去去。老年人在家，所以通常会是在上午的时间开始进行这个诈骗。被害人可能就在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转账的动作，然后车手就开往在1点多左右做提领。通常造型诈骗会发生在晚上，就你有独处的时间，所以这主要就是因为车手会这个时间来提领。专家指出，车手除了领钱有定领的时段，地点也拢会经过，会找较无警卫，也是较少监视器的环境。另外，除了车手领钱的这种传统诈骗，呼吁政府也要关注金额较大、虚假汇白的诈骗，这当阻挡诈骗愈来愈严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